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我家头毛嘛才100尔，狗家头毛爱400哦，啊伊敢真屎，你敢觉？啊我若是敢咧，那安尼以后你家头毛嘛算400啦。啊无爱去药局甲药师问讲，帅哥，请问师姐伫对找着？哦，阿婆，师姐要自己找的啦。啥货？师姐要自己找哦？啊你袂使甲我讲放一堆呢，我使要怎出来啊？学校有举办书记辅导，互学生会当伫歇热的时阵来上课甲考试。有啥物要歇热？就是因为天气伤热，无适合上课。恁一定爱来上课哦！你即马做是咧反人类的行为呢？世界上无一件工课袂辛苦，无一处人事袂复杂。处世间必有得失，学着踏实而务实，愈打拼愈幸运。当一个人有了饱满的内涵，甲物质做后盾，人生就会变甲底气十足。若是舞了水开，迄叫做精彩；若是舞甲害了去，迄叫做经历。影片到这结束，恁若喜欢这些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刷订阅，就是 Camber， 明白暗时6点准时发布影片。刷！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想要掠着查甫人心，爱先掠着伊的胃。真济女人，迄这句话骗一世人